哎，讲师好，老师好。坐下。诸位众中元，诸位众中元，礼如其主，礼牛，新车甲，虽欲勿用，山川以下诸。孔子在讲中中，因为中中呢，因老爸无介好，啊，所以呢，无介好，孔子就甲比个做是安那是十个牛啦。啊，较早迄牛呢，若要祭祀呢，就爱顺车色，啊，搁迄个角爱生足正。啊，所以呢，中中呢，就是讲，因老爸才10个牛，毋过生出来生中中呢，顺赤色，还搁迄角足正。讲随欲勿用，虽然人足侪人讲，伊老爸都做人无介好，啊，莫甲用。毋过山川的鬼神呢，足爱就对了。山川以下足爱啊，来了解。讲咱修行学道，应该是讲，咱是大人若要做，咱是较好做，这是对的。毋过是大人若无咧做，咱嘛讲咱无咧，是大人无咧做，咱咱上天绝对无去动，什么烦恼？而且孔子呢，举中中讲互咱听，所以呢，这种的书籍，孔子照着比例评论中中，有经虽然离间，但不能言不中中之现在。孔子的比例讲中中，因老爸虽然是讲较离间，做人较无好，毋过呢，无法度较中中的这个现在，较袂了。孔圣人就讲，永远可恕人言，所以透过了性学，伊一个人呢，处甲足咱好，咱即回有哪修行安尼，透过了学，咱有哪做咱足好。我有看过一个，因老爸，咱道中，因老爸嘛无啥好啦。毋过呢，因后生做甲足好，嘛做甲领命，所以咱来了解。只要咱认真做，上天就上天就这个孔子是比例中中，互咱大家了解。是，本章是李牛是比中中，是主中中之父亲。在讲这个李牛是比中中的父亲。孔子为什么用用模式白杂的这个李牛来比例中中的父亲呢？这种是孔子在用这个10个牛，搁角生无正来比例中中的父亲。根据史记来讲，中中用年地主的段内面，中中父亲是个比肩的人啊，不但理性，甚至做人有作用性的。因此呢，李牛之子是比个中中，
会出心离见，但种种却可使人面的人才啊！哦，种种伊出心是离见啊，毋过呢，伊可使人面，伊的德行会当做当时的主王，当时的国君啊，所以孔子用心正觉来比喻伊的现在。用伊纯粹赤色的迄个牛门啊，规只拢赤色的牛门，甚至呢，迄角生了足正的即个现在，足少全安尼，随着勿用，虽然咱毋甲用，这是只是一个假设的即个因素啊，比如当前的人虽然骨上金用汤，山川以下，可是山川的鬼神的一句话，是咧比喻山川的鬼神呢，来甲放弃就对了。比如朝廷需要人才，因为种种的出身离间，而下去一样的人才。无因为种种的意见来写的一种人才，所以咱真爱小心。咱但是真爱修行，真爱做，无中无因为讲，咱的时代咱讲做了无好，咱就甲咱放弃。只要咱认真去做，朝着目标去做，心在定，心不定。心在定，心有掉，安尼呢，然后这个心情，这种来对主啊，为啊，以心生活为，以心生活为，譬如，即日我自然之意。心生活无违背了真道。所以呢，拢是这一回，我同讲呢，伊也无讲较久的，伊释迦牟主呢，嘛当讲足久的，但是这就是讲一个cham语，三观，三九八十，伊来求得孔子的问道，进入了孔子之门了后。了解道的即个宝贵，了解人生要安怎行，伊就无违背了真正。到归空去，伊就无违背真正。使用三九980，即摆甲等拢无违背。剩的呢，拢是即一过安尼。老师若咧提醒，讲也无来注意袂使。老师若较放松呢，就咱家己放松，就像讲，咱就爱注意。问讲伫我伫道中有来做袂使，即摆若出去，放肆去，咱走互闯。修行毋是修伫道中尔，人道毋是伫道中咧做。咱伫遮学人道，即个人道目的就是要替咱社会做社会人讲爱，古人较早都毋是安尼，即摆再无相像。一贯都好处就是遮，所以呢，姊妹，咱大家来求道了后，从即个道的即个经验，爱彻彻底底来去了解。因为人生就是短暂的，你看这两日报纸足侪拢7、8、10岁、8到10岁，拢有同志，拢足有名，嘛咧足有钱，然后咧40几岁、40岁就走。
条性命比几十年是足短啊！咱几十年心得三啊干，我其实较早20岁求道，真无偌久我头一甲70岁啊！要去过偌久，我比较难食，所以咱爱珍惜着这个时间，珍惜着咱目前，袂使去放弃一日一时。那么安尼呢？食粉是道中，食粉是咱的祖先，食粉是师尊师母，食粉是咱家己。咱来食，唔通别食哦，因为人生是短暂的，你要听人咧写，写较早足高个，光阴如箭，一贯如箭，所以时间咧过是足紧，你也看，你搭过年来尔，真已经如果11月中旬，过一个月尾，伊就过袂过年，真新历就要过年，人又搁足侪人去咧讨日子啊，去咧讨农民历啊，这咱一定要了解，所以袂使去无注意，光阴如箭，一款如箭。所以孔圣人呢，伊才会带伊弟子去靠去徛顶高顶，甲这个弟子讲，自在川上源，死者如斯夫，不孝久也。带弟子去徛伫高顶，甲伊讲，光阴咧过呢，就哪亲像迄高顶，高水底头啊，无困，眠时即时拢。人讲，一日不休，一日空，时时刻刻一定爱如切如磋，如毒如魔，咱逐个这个时间，但保守袂牢，咱这个心境咱搞袂牢，无呢，这个心要照着，就蛮简单，一种是孔子用千载万回。灵行人以勉励国文生，勉励咱世间人就对了。人即心，心即人。人伫对做出来，人伫咱个心做出来。心做出来是啥？心若认真去甲做，做出来就是人啊。可见人乃天性，可见的这个人这个人呢，上天生入来，天命之为善，xuất善之为德，修德之为教。孔子是去答讲，人乱何在？我有人，斯人治。人离开咱无远，咱若要人爱情就咱生活边，人就随爱，所以。人用天性，人就是咱的天性，含义非常丰富。人甲义拢配做伙，足丰富的。只要咱毋去甲想的，咱就袂去甲想。人若想唔对，义就做伙而来，这一定可以。何无私欲？何无私欲？邪念，邪见。人甲人若闹不调，私欲甲邪见，就袂连得转。为对人类乃至万物之非人无间的爱心。人甲字，若法律会出来，
对人类甲对万物发出就是有简单的爱心，有简单的爱心。所以，也咱无去想呀，咱若要想，唔做讲我着人事人智，只要咱去做，拢叫咱人做伙，无是为咱。 所以，咱来做，这个人甲义，就是万物的奉献，有感的爱心，伊是人类万物生生不已的原动力。人甲义，就是咱万物生生不已的这个原动力，是咱人人咧做。人甲义两是着两点两做。 所以，迄阵，考定文书咧讲，念念可过天，事事可过人。咱的念念若可过天，人甲义就袂回来；事事若可过人，人甲义就袂回来。人讲话讲，你即项甲别人讲咧，就是你讲了对，讲违背良心的代志。咱来讲，你著毋甲别人讲，但我是讲互你知影咧。起码对的代志，你绝对袂来讲。所以爱注意，爱足注意。无所谓，为甲不为，仁义。 人就是万物生生不已的原动力，无啥会做为甲不为。即卖咱来了解，只因为后天环境不同，因为咱落嚟遮各人的环境不同，落杂音、音符、杂音落杂音音符同不相之气所感应，因为咱伫遮受的这个阴阳，来甲咱凝结，互咱这个心怎浮动，有法度通凝结，所以这个气有法度凝结好势，之外咱来了解。 使无了解，咱若了解，仁义不时阵，就直接伫咱的心，那么咱所做出来代志，就无离开了仁义。后日咱的果位一定转去，袂当讲人咧转去，咱无转去，毋使甲老师讲，甲老师再讲一句，讲顺好人也，有好人也，有为者。 顺嘛是一个人啊，我嘛是一个人啊。我若要带顺啊，咧我后天我要亲像顺个啊。咱就来安。为好人呀，甲有好人呀，要有为者伊就是。我嘛是这个人啊，我嘛是这个人啊，我若带安尼做，我后天嘛行转去啊。原来是想，干到遐善，我拄则在讲。 用种遐善，伊都会显现人啊！咱呢，咱今仔日大家都比种种好业不老贵，咱头袂成。尤其佫三期大家好多，佫父母大开，咱袂转去吗？所以圣人用切记福地的功夫，圣人用切记福地的功夫。 切气质中的偏书，你个看，孔子难言第13章，难言文人孔子来讲，切气福地，其实切气福地天下为人的，为人有意义，为人何在？难言听到安尼呢，随知影，赶紧规个请问义务。
天孔武主就讲，哦，为了物件，为了物体，为了物事，为了物动，事物，我们过一个学者来写，当尊经主义三性，体感主义事物，修空主义事物下，生性对立。讲当尊感主，尊迄个经主义三性，为人无是不忠哦，有朋友交易不信哦，言不信哦。迄经主义三性，这修经主义三性，体感主义事物，了解感主义事物，为了物言，为了物听，为了物动，为了物事，修空主义事物下，孔子的事物下，讲四三别一言一别之外，事物下，为成第上就讲，伫头就讲落咧，咱修道学道绝对袂使事物下念，咱直接进步就来事物下，时时刻刻念念可天，时时可人，无有邪念走出来。咱若无有邪念走出来，咱拢事无邪，何处非人海？自由道无加即是了，人作是人邪呢，咱来了解，迄有原因呢，咱无原因，所以孔子讲主讲彻底合理为人。文字你就甲讲，彻底合理为人，伊只若当彻底合理，天下为人。伊讲伊只若当彻底合理，你家己一日你若当彻底合理，你即个天下就归人体，你个人即个天下就归人体。为人有记是为人何在？为人呢，你做这人的功夫，就是你家己去做，唔免别人甲你做。修道是靠咱家己，就是讲嘛，迄做成道表现去做成超生，我有时阮后生嘛是，即我嘛是会转去。咱道唔做啊，咱咱后生讲伊就是上啊咯，所以咱就当时爱学习。上啊远呢，咱家己唔做，叫咱后生甲咱做，真一定爱做。所以，用彻底合理的心，来使我甘愿，真正会当归人，彻底合理，会功夫互万有主归人。所以万主唔爱讲，为时不允，千事所不宜。我会啊，虽是无足够。毋过老师你咧讲这功夫，我一定照认真来做。咱来了解，圣贤就是安尼来啊，圣贤就是安尼来。气质中的偏疏，气就是气去，你家己气质中的偏疏，使人心道心合而为一，互咱的这个人心甲道心合而为一。这个先祖来回这个一物地体来讲，人心道心会当合为一心一体，人心甲道心合为一心一体，所以呢，假使这个人会供养达到完美的境地，安尼呢，这个人会供养达到完美的境地，所以孔武主呢。特别重视仁德，孔子特别重视仁德。孔子呢，规本论理拢咧讲仁。伊平常讲学重心也在乎仁德，伊平常咧讲学嘅重心也在乎仁德。伊地主向孔子请益最多也是在仁德。大家拢问咧嘛，啥物问题？阮将孔子接到仁德。
的修理、深浅的这个程度来评论颜面，甲其他地主的优劣。分种对孔子借着这个仁德的修理、仁德修理的这个深浅的程度来评论颜子、颜面甲其他地主的好甲歹。三月甲日月只是用来说明他人不违背人道、维持时间的长短。三月甲日月只是用来说明因不违背了人道维持时间的长短。不一定拄好3个月，1个月1日。但是呢，其不归人虽然能历史长久，但还是免不了有间断的时阵。间断后虽然能自我，间断后虽然能自我警惕，恢复人心，但究竟不是终身不为人。可见终身不为人，这很难做。终身不为人，这很难做。所以咱来了解，咱若是讲咱做一半唔对，一半摆唔对，但是见效当然是见效。毋过呢，咱若要改革。过来，为孔子问，为孔子问，用有可数将尽，用有可数将尽有。作文，有雅各，无将尽何何有？或数雅可数将尽也有。或数雅达，无将尽何何有？或有雅可数将尽也有。或有雅个，无将尽何何有？鲁国的这个关系，鲁国的权，我拢落伫贵公子的手。那么鲁国的权落伫贵公子的手，贵公子想要借着孔子这地主出来帮助伊为政，所以就来问孔子，只爱地主，先起头先问用油，用油敢会当出来将政？孔子来讲，这个用油呢，伊有足有果断的心，应该对将政有无问题啊？无佫甲问主公，是呀，可数将政了，讲是话敢会使啊？伊讲是呀达，是呀逐项足通达，这个人头嘛足好，对出来将政嘛无问题啊。有呀可数将政了，从来讲求，敢会使啊？我有呀去，3000地主，其我捌上一项，有将政何有？对将政应该无那么。孔子答复，将至孔子答复为孔子之法论，提出各地主之长处，以显示他人都是可用之人才。伊呢，遮提出地主的个人的长处，显示因拢是可用之人才。是。孔子将回到鲁国，正是贵孔子出席的时候，迄个时阵，鲁国的关系拢落伫贵孔子的手。这个时阵，冉有贵路拢是在贵氏的家，拢是做了贵氏的家事。主公也在鲁国为官，只是尚未做到将军的待遇。这个主公本来是鲁国的官，但是伊未做到将军的待遇。所以贵孔子就请问孔子
这三个人的才华，是互可以忠诚。孔子呢，由对弟子个性优点平常留意观察，了如指掌。孔子呢，平常对个弟子的优点就拢足关注意。所以呢，咱伫道中，咱身为领袖、结文书组长，咱对咱的道亲，咱了解讲，这个会当创啊会，伊的种子是对是啥？咱有机会就来提拔出来做，互伊对修道有兴趣，有机会通做，伊就有兴趣，愈做愈兴趣，愈做愈成熟，愈做愈成熟。安尼呢，伊就愈爱做，所以伊就问三人，是可以忠诚。孔子对这弟子呢，伊的优劣点就拢知影，平常伊就足爱留意，所以就将三子的种子答复了给孔子，重由之公家果敢的这个精神，这个重要。伊本身足刚强的毅力，足果断，足勇敢的这个精神。主公之德，宽大胸襟，任劳任怨的气度，主公是一款人。主公做好做生意，也嘛赚一笔钱。孔子落来，食老伙阵咧收咧讲，出去的费用拢主公咧开支，所以伊呢，胸襟大，任劳任怨，什么工课拢会当去做。讲究呢，讲究之个，见闻感言知识，丰富多才多艺，所以伊这个人，有那足够的多才多艺。古时阮学道之人，必须集三祖之众为一心。修道之人必须要集这三祖的这个种子为一体，咱修人道爱得到了解，去甲体会，就因三祖，因这三个弟子的这个种子为一体，性情爱勇得同达，咱的性情袂使无同达，咱的性情爱同达。胸襟不高，不高较爱。胸襟呢，唔通安尼作恶，心胸爱放较大，唔通不要有点事就上会开，有一点仔代志，一句话就放不下，点仔话一句话就放不下，否则成就太有限。那无呢，成就就有限。第二点，彼此要处事果决公义，下定决心，必须坚定不移。所以呢，咱处事一定爱果决公义，下定决心，绝对咱爱坚定不移。无因为受到环境的影响，受到环境的影响，引起咱的决心，顺利的一种做法，顺其好果，顺其的，讲顺其的顺其好果，彻底满足，丰盛就是安尼，伊讲克己之志，利己之志，克己不用，为之不管，何有无我？所以咱一定爱决心，咱后日的修道，到发动人成就，爱多才多艺，用补充多才艺，用多创，咱来谈论伊，拢敢学讲我会晓讲三宝，
做上马咧，咱啊，逐项拢会我发现咱前面咧讲，出去慢慢讲，拄着讲要办桌，伊嘛做做上马咧，家做上马咧，啊，搁那家讲三宝，爱逐项会样样精通，要宣传咱还有哪法度？所以要出去宣传，咱起码准备2块工以上，一块普通就真用，一块学识较悬的用，因为学识较悬的人，你讲上忝互伊，听伊讲我来听你这一点，你讲这我听，我当这空空过，但是啊，伊本身会甲人看起。也认知多就是有欠身体，若不能落多，修道生活也有痛苦的一面，咱修道生活有痛苦的一面，若不能落多，生活无顺，有味比科学家更较痛苦，咱来了解，修道哪有痛苦的一面，若不能落多，咱而且修道若会当落多，生活就变。因为咱袂当让社会来唱卡拉 OK 啦，来无所不至做啦，来行酒家啦、唱歌厅啦，所以呢，就比科学家较痛苦，生活就无顺比科学家痛苦。你科学家一日咧研究条件，怎关键拢无出来呢？咱后日出来呢，头毛豆腐啊到下怀呢。喙手老落到胸口，因为是当地内面带个成分。来讲民主篇，贵是树民主篇为必在。贵是属民主篇为必在。民主篇文，先为我属也。如有所梦，这我必在文上。这我必在文上。为是要请民主篇出来做伊的，咱像真的团长是啥？团长，这个必伊的地方的一个主宰官，民主篇讲啊，甲讲，迄个来甲请来。讲你转去甲我死的啊！你若过来叫我要去哦，我就要走来到迄边闽水上遐，闽水遐就是老木交接过交界，有人管我会叫我定定来死的，所以较早孔武主足济地主，你人足济人要甲请来做官，七条开嘛是安尼啊，自述7条开书，主管这7条开完，我书记平是主编7条开讲老师，我你要叫我做官，我无信心，我还未到经地，老师听到7条开安尼讲，足欢喜，所以咱若要做一个啥货，咱要家己讨论下，咱有够的能力无？咱无够的能力会。咱辜负兄弟姊妹，第二，咱辜负咱的同乡。第三，最重要，咱辜负咱家己。咱家己无迄能力，人领导，咱家己无迄学识，无迄才华，出来领导地方，辜负了咱同乡。咱家己。要想无达到遐，咱会辜负咱种的父亲，所以咱当时爱做注意，毋通辜负咱的父亲，辜负咱的地方。所以咱既然当然通袂当落，咱
明先生，孔明先生老被皇帝要跪皇帝的时阵，叫伊来，老被甲伊讲，老被才甲伊讲，甲这孔明先生讲，伊甲讲我的囝若会负责，你就负责；你若袂负责，你就处理代志。讲师主可负责负责，不可负责处理代志。你出来做，为了老百姓，你出来做。方便。我今日听到因主公在讲这话，伊就赶紧跪落，讲安怎孔明先生来讲，我孔明呢，足中一喙，数理合一。我这条命是互你留庇，你交代我的责任，哪甲我死，所以我做人转的家庭，但我就当我写的盖书书，盖书书。伊伫外口，伊写盖书书，应该会囝，用情来修身，用强来立德，所以希望大家了解。通袂当咧，咱一定爱亲像老辈，亲像自家两款精神。中尽嘴，数理合一，大家我会考虑。所以清楚嘛咧讲啊，事不可以不奉耶，人中人得万，人以为己任，不有用哦，数理合一，不有万哦，这是前文主讲。这个新道就是这个钱的工，孔武主嘛是种工钱的工。人以为己任，就是咱的工作。大家坚持，大家死，有当无？有当。这个无人看来搞到是当，大家死。人讲人以为己任，不有用，数以何万，不有万哦。之外，咱今仔日，无论担什么责任，就是亲类做咧前年车，咱无。做点文书，咱无做领袖，咱无做组长，咱嘛有大人姊妹责任，所以咱大家爱认真做。有哪爱亲像孔明先生安尼讲，足中尽瘁，数理合一，为咱老母娘，为咱师尊师傅老大人，为咱个人的职责，大家死，这个才是咱精神。今仔日受到目标。这，你就在那边讲，希望咱大家有当孔明先生这款的修养，也按孔武主讲互咱的一款，清楚讲互咱一款，人以己任不用哦，数理合一不用万哦，一款工作，咱的人生才有未来啊！咱这回咱的精神。带咱去求道，甲咱家中甲咱访问，甲咱宣传，来道中甲咱宣传，咱今仔日咱来做我行为，安尼才是有达成天，有达师尊师傅来，有达咱的归属，点仔因为咱才是明白，对吧？这两个是对的，谢谢。听到说，知道说，一体一般，将家母形成说理，贤道公，在公，三公，感谢德慈悲公，感谢。
慈悲之功，感谢讲师慈悲之功，一起持降，向无家母行30公里前道之功，之功，3之功，持降前人之功，持降复前人之功，送驾前人之功，坤道一之功，之功，3之功，持驾前人之功，持驾复前人之功，送驾前人之功。各位